Hello， 大家好。Hello， 有看到我们吗？好，我们的直播在2分半之后正式开始。那现在这个时间呢，请你们帮我们按赞，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哦，好吗？就是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我们今天夫妻爆料，不是啊，就是今天我们要众里圈里寻他，非常的精彩哈。所以呢，请大家稍后片刻哦。那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转发分享，然后邀请你的朋友，不管他是单身的，或是他正在考虑要结婚的，都非常的欢迎他来参加。还有我们已经结婚很久，也欢迎你给我们一些留言意见哦。如果你现在来的人呢，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写一下你的名字啊，或是你从哪里来，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好吗？哇，谢谢，我看到师母了哈，欢迎参加今天的讲座。好，我们尽量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哦，多留言，今天留言最多的有奖哈，那我等一下再上来哈。哦，对，没关系啊，我还是在讲话啊，各位，请你帮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请帮我们按赞分享哦。这个时间呢，请给大家帮我们分享，谢谢，分享给大家。好，我们还有半分钟哦。好了吗？非常紧张，请大家帮我们分享你的影片，我们的直播的影片。主持人还在寻找哈，我的粉丝专页，剩下2秒钟。OK， 大家好。大家好。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人跟我们留言，所以我们不打算开始了，是吗？好，请你如果在现场的时候呢，请你一定要跟我们打招呼一下好吗？有没有我们台湾的家人？有吗？有没有马来西亚的朋友？还有香港的朋友？还有东富来了，我们看到东富哥，谢谢东富哥，哇，谢谢安琪，还有我们的师母主讲，还有谁在我们的现场的，跟我们嗨一下，然后帮我们转发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呢，这个直播非常的特别哦，因为主持人要亲自上阵了哦。我看到碧霞了 ，Hello， 碧霞，你好，谢谢。还有谁呢？还有谁在我们现场哦 ？OK， 杨姐 ，Debbie， 欢迎。她等一下也是我们的那个单身贵族哦，来宾之一。还有吗？还有谁在我们现场跟我们 hello 一下？老公，问一下哦，我们今天是大爆料，欢迎大家写下你的问题，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但是不一定都有答案，好吗？但是呢，就是支持我们哦。我还看到谁呢？看到这是 Chris，Hello， 这是梅秋。欢迎你，梅秋 ，Hello， 看哈，这个安琪说要看八卦，我们也很想，我自己都很想知道我的八卦，好吗？因为我很想要问说，
跟我做朋友跟谈恋爱有什么不一样？让我想一下。你看看，想一下。OK， 第二个问题，大家很想知道吗？我也很想知道。请问你结婚之前的择偶条件是什么？哇，讲不出来。是跳针跳针。好，2个问题，老公都没办法回答，没有，他还要思考一下哦。OK， 好，所以想知道答案的呢，一定要看到最后，好吗？我也很想知道答案。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的择偶条件就是还没有认识我之前，做朋友跟结婚之后。做朋友跟结婚跟恋爱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我们2个是朋友6年了嘛，对不对？然后6年后我们才谈恋爱2年，然后就是这2个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嘛？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呢，我忘了。Let it show you 。对，就是说呢，我们结婚就是认识我之前啊，你希望你的老婆是怎样？然后呢，这个有没有符合哈？那等一下呢，我们也会来公布答案，然后等一下到后面非常的精彩哦。今天我们有请到另外一对呢新婚的夫妻。来到我们现场，还有2个单身贵族。等一下呢，我们都可以欢迎你们留言，然后问问题。那听到最后还有留言最多的人 ，Esther 主持人，我们会送你特别的礼物，婚纱照签名吗？老公不同意，不可以。OK， 好，就看你们要什么礼物了。上次答应送的包子，对吗？还没有送出去。好，那。所以呢，你想要了解现在大家都选择什么样的条件呢？跟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很不一样哈。对呀，就是问我儿子就知道了，他的条件绝对跟我都不一样。好，然后呢，非常的特别，我们注意听听看他们的择偶条件，有奖征答哦，一样有奖征答哈。那直播台前的观众朋友呢，我们也请你跟我们留言哦。你不管结婚了没呢，跟我们说说看，你的择偶条件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吗？我们也很想知道说，你是哪一个地方来的？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择偶条件吗？然后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吗？就是对于交友啊、恋爱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做朋友啊，跟做男朋友还有做老公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今天还有台湾学员哦，哇，还有 Elizabeth， 哇，在从台湾来的，我相信有非常多的朋友有跟我们留言的，现在还有陆续在留言哦。还有谁呢？也跟我们打招呼，你可以陆续跟我们打招呼等一下我们会。注意那请你也注意，我们荧幕上有时候会提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讲员非常的特别，跟上次一样。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请去看我们上次的讲座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也很想知道他是怎么样择偶的，对吗？你们很想知道对吗？那他是马圣教牧的硕士，那主修家庭事工。目前呢，在修博士也是家庭事工的博士，有2个女儿，还有2个不同地区的国家来的女婿。我们很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到我们现场来那下面我们就先欢迎我们真爱家庭事工总干事廖爱梅资深辅导员上来跟我们说说话。嗨，大家好，又1个礼拜没见了啦，欢迎你们哈。我们很高兴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啊，这个主持人的老公啊，Kevin 啊，也出来现身说法哈。今天是他们的压轴好戏啊，大家不要一定要听到最后。对。我们很想要知道那个师母在单身的时候有没有梦中情人，然后呢，那个时候师母的理想条件是什么？
哇，一下子就要爆大料了。可以不用回答，我可以不用回答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在追我的啊。哦，肯定的，要追的我，所以要看看怎么样决定啊。等一下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啊。想知道答案的一定要继续，不要转台哦。好，那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师母怎么跟牧师认识的呢？哇，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爆料事件。这个也是想知道答案，等一下回答吗？没有啦，简单一点啦。我们是在香港见面，只见5分钟啦 ，OK？ 5分钟，哇！大家猜猜看，是不是一见钟情呢？猜对吗？答对的有奖哈。你觉得见面5分钟，师母他们是一见钟情吗？你觉得是不是？先考考大家啊，吊吊大家胃口啊。然后笑话，对，笑话。OK， 好，那我们就把我们的以下的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吗？我们要先请他们来，请他们来 hello 一下好吗？就是我们说的 hello， 凯莉跟哇，你跟我们拼的，哦，这个是下明年的期待。对了，师母你懂的。不错。这是凯莉、安琪，好，再来我们是结婚不到1年，对吗？好，等一下他们要爆料啊。对，爆料一下。好，再来是杨姐。嗨，大家好，大家好。Hello，单身贵族。好，再来是另外一个单身族，是谁呢？我们另外一个单身贵族好，卢婷，欢迎大家啊。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在我讲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一一的请他们上来现身说法。然后呢，听他们说的时候呢，在直播台前的人呢，你们可以提出问题的啊，想多了解的啊，你们都在这个线上可以问题的啊，好吗？OK， 好，我们谢谢你们等一下再请你们抽你们进来啊 ，OK， 好，你们跟大家待会见啊。好，我们谢谢大家，就是陆续来观赏我们这个的节目啊。那我们很感谢主啊，因为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尝试呢，把我们在教会在信仰还有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是因为我们上礼拜讲到夫妻讲座啊，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我们上次请了3对夫妇，都很可爱的夫妇有14年、13年，还有将近35年几个月的那如果你们还没有听过的话呢，你们可以去听听他们的分享，他们的婚姻怎么走过来的那今天呢，我们是另外一个系列，我们今天是讲说踏上那个红毯的两端系列。那这个系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在一个过程呢，在我们是说每个人都想有个家庭，但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呢，那个家庭呢，你会想要怎么样的一个把它成为你自己的家庭呢，对不对那我相信说呢，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今天的方式是我们先讲一点点一个引言，那引言完了之后呢，我才会请他们上来的好，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我要稍微说了一下，大概给大家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在众里寻他，你的他，他的他。那有情人呢，终成眷属。那我们今天呢，会请2对夫妇一个是结婚还不到1年的，然后呢，另一对呢是结婚将近10多年的，还不到20年的他们都会来跟你们现身说法，他们怎么样在什么地方认识，在什么地方相见，在什么地方终于想要结婚了，踏入红毯了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那我们要看因为现在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在世界各地，
除了美国之外，中国很多的10大城市哈，那个离婚率是之高的啊。那我上次有到过中国去讲课啊，那有些不同的城市也都跟我讲，他们那个离婚率呢是达到人口的38%，将近40%。那高离婚率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以后还会提到这个部分，怎么样面对婚姻难题，那怎么样去处理啊？怎么样去调整？那在高离婚率的时代呢，结婚呢仍然是单身们的选择。单身的你现在听这个节目，你现在在看我们这个直播，是不是还要选择说我也还是想要结婚，还要想要婚姻，对吧？那我们都知道，结婚呢不只是一件人生大事，更是你的终身大事哈。那怎么样去预备自己呢？我们说呢，幸福的婚姻呢是人间的天堂，不幸的婚姻呢是人间的地狱。你认同这2句话吗？婚姻面临危机，不是婚姻制度，而是夫妻本身的问题哈。那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夫妻的之间的问题的话，或者是他们怎么样去互动，怎么样从相克到互补哈，你可以回头去听我们上个礼拜我们3对夫妇他们不同的婚姻阶段，他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婚姻的一个危机，然后成为转机，然后上帝在他们婚姻当中呢成为一个很好的契机，帮助他们翻转他们的婚姻，翻转他们的家庭，让他们婚姻到现在越来越甜蜜哈。那我们说，每一个人选择结婚的人呢，不要怪责别人，你要为自己婚姻的成败负最大的责任你的父母不能帮你负这个责任，你也不能说是父母要你的，但是都是你做了一个选择嘛所以等于说我们今天讲一个就不要进入到婚姻当中有问题再来找辅导，再来找心理治疗。我们就是今天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听到这个，然后预备自己交男女朋友，然后进入到婚姻当中。有一些我们叫做手册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婚姻手册啦，怎么样交朋友的手册啦，怎么样谈恋爱的手册说不定我将来应该写这本书好，那我们说你要为你自己的婚姻成败负最大的责任。你的婚姻成功，感谢赞美主；你婚姻的失败，不要怨天尤人，要回想自己的问题那我们通常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市面上譬如说最近那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大家都困在家里头。那有些人说现在都不能去了，也不能到健身房，也不到那个运动的地方，只能在家里做运动，对吧？那我们都会保健自己的身体。那我们就为什么我们保健自己的身体呢？是要预防胜于治疗嘛，很重要。同样的呢，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婚姻，所以婚前重于婚后所以婚前彼此认清楚，然后了解彼此的差异，然后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你们2个的那个互动，还有那种的协调，还有那种的磨合会更好更美好所以我们说婚前呢多准备，婚后呢就少疲惫。所以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将近有10堂课，帮助大家怎么预备自己进入婚姻的一个须知那因为婚前多准备呢，婚后少疲惫。那我们今天呢就有2对夫妇呢，他们都有做过这个婚前辅导的，等一下一个的会请他们来分享那我们说呢，在这个我们虽然是说是属于教会的，我们虽然是从基督徒的立场来看这个婚姻的价值观嘛那我们说如果在服务社会，当一个家庭健康，社会当然会健康，那当然个人要健康那因为社会服务呢要从家庭开始，那家庭服务呢要在婚前着手之前我们知道在台湾我们的台湾的真爱了，他们呢就跟那个台湾那个大同区的区公所呢跟他们讲，我们要减少那个离婚率的提格那个增高我们好不好人们在到区公所去登记做婚姻注册的时候，人们先给他们上一些的婚前辅导的课程呢感谢赞美主他们就这样子在大同区的区公所里头呢，他们就说准备要结婚的人起码要上3堂课，还没结婚之前让他们知道婚后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那婚后要怎么样去预备自己哈？所以我们说婚前事工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家庭服务。所以呢，如果你准备要结婚了，如果你有对象了，甚至你还没有对象，从今天开始预备好自己选择对象要注意哪些的须知啊。所以我个人呢，我跟牧师呢结婚了将近38年。那我们看的很多婚姻失败的，看的很多人离婚的、再婚的甚至呢有家庭问题、有家暴的问题，我们就发觉到说根源呢要从婚前开始，要解决那个，因为每个人两个有不同的原生家庭，那原生家庭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不认识他的原生家庭了，你们两个就是会踩错对方的地雷，那就爆开啦。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愿，就是说若只重一个家庭服务，我们选择婚前事工。所以这个婚前的教育、婚前的辅导是多么的重要我相信对很多的地区服务中心或者是教会，我是觉得就是要注重这件事情那我们来先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完整的婚前的事工，我们来上完的婚姻之旅，你们可以看到旁边右手边的倒三角形下面有个择偶服务我不是在帮他配对不过呢，我们国际真爱呢有一个服务的叫做一线牵等一下呢，可以让你们可以到国际真爱的那个总网站去它有个一线牵帮助大家怎么样去择偶的服务。那我们说，如果你有对象了，你开始要交朋友啦。那交朋友的时候，到什么时候要进入恋爱呢？那进入恋爱的过程当中，就要开始有个婚前教育了这是帮助大家怎么预备自己，除了谈恋爱之外，怎么预备自己要进入婚姻呢？那当然就说两个人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期待说要结婚嘛。那结婚的时候，有些人说有订婚，那有些人是没有订婚，但是不论说要结婚或订婚的话呢，都要有一个预知，要有一个知道。婚前辅导对你们两个是一个蒙福的事情。不要说婚前辅导那你要知道我们的事情，不是。婚前辅导就是说一个辅导员帮助你们两个人彼此认识自己，然后帮助两个做一些的测试，性格测试个性测试帮助你们做，等于说他是个中间人，帮助你们去彼此了解。然后有些东西你们两个不好意思说的，这个辅导员呢就帮助你们去协调。那这是婚前辅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那等到婚前辅导差不多的认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可以要结婚了，那日期啦各方面的所以等于说这就是一个张完婚姻之礼给大家一个了解那等一下我们会请一对夫妇上来现身说法的，他们经历过这4个阶段的好，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真爱家庭协会婚前事工包括什么呢你看右手边叫做择偶服务，叫一线牵E-Link。如果你手机有了你立刻上网找国际真爱，马上有这个视线出来。那当然我们说教会之间如果有一些个联谊活动的话，制造大家有一个社交活动认识，都有机会认识彼此那我们当然就说婚前教育，你从一个单身然后进入到婚前的一个教育，我们现在我就做婚前教育了，然后进入两个人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婚前辅导。然后婚前辅导过程当中，带领大家预备怎么婚前的准备，以至到结婚。那这个就是一个给你们看到一个前瞻当你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会经过这几个过程那这个几个过程呢，这对夫妇我请他们上来了，他们就是经历过这几个过程的好，那我们现在请这个凯丽跟安琪，请你上来一下好吗？嗨，大家好，我是安琪。大家好，我是凯丽，我们是中台夫妻。你们是中台夫妻好吧。好，那我现在几个问题问你你刚刚看到我在讲的那个婚前的过程，你们两个从单身怎么进入成为交朋友，好吧？哪个先说呢？我先。好。我是因为13年来泰国工作，然后在这边，然后找到信仰，然后信主了之后就来到真理堂，在真理堂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凯丽就来到我们来到教会，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是互不来电的，只是觉得教会知道有这个人，但是也没有什么沟通和交流的。
那种。然后只是到后面就是我们有一次在服侍的时候，然后就有发生一点争吵。我觉得这个男生一点都不 man， 就是然后我的心里就是对这个男生就有一点不喜欢的感觉，然后最开始就是有点火花四射的小吵架，然后这是我的部分。这是你的版面啊。然后现在凯莉的版本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是在台湾就已经信耶稣了，信主了，然后来到泰国是因为想要转换跑道，所以来到泰国。那因为台湾已经信主了，这里就也要找一个教会聚会，所以就也来到曼谷真理堂。然后其实第一次来到曼谷真理堂那一天，安琪就他有一个下午的服侍，他主持一个教会的游戏节目，教会那天下午的活动，然后我就有注意到他，可是那时候他肉肉的、胖嘟嘟的，然后而且我看他跟那种小朋友的互动很要好，我还以为他是哪一个小朋友的妈妈，而且是那种单亲妈妈，所以我以为单亲妈妈呀，对他有什么就是特别的感觉没有那种的感动，是吧？对，感动。人家是一见钟情，我们是一见都没感觉。没有感觉。好，那怎么时候、怎么的阶段，你们从没有感觉、没有感动，然后进入开始有感动呢？对，中间就是只是有认识而已。那真的比较关键是那时候，到2017年的快年底的时候，曼谷这一堂教会有2个马圣神学院来实习的学生，然后有一天主日下午，就几个单身的男女就说，带那2个实习生，大家一起去逛曼谷的扎都扎，那个跳蚤市场嘛，然后晚上就一起用餐，然后晚上一起吃饭，刚好我跟安琪有坐到同一桌，然后有一点交流，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女生好单纯，好不做作，然后她也是个。哇，你终于知道她不是单亲妈妈了啊，还是新手啊，还是单身啊？所以之后就加了脸书，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在她的脸书下面留言，然后我常在她脸书发一些照片，然后比如说她会说她有弹钢琴啊，读圣经，我就觉得这个姊妹好像很有生命就会去按个赞啊，留个言什么的。就越来越看越喜欢了，左看右看。那就是为了吸引异性的。你在为了吸引他呀？对呀，这就是我的下一个主题。OK， 好了，那你们就是开始交朋友了，从本来都没有感兴趣的。没有感动的，那开始进入交朋友了。那什么时候开始2个决定说要成为男女朋友？就是刚才安琪说的，我们后来有一起参与周报的服事，可是刚开始那个服事其实就吵架了，我们2个处的没有很好，但是后面随着这过程又沟通各退一步，然后因为做周报就常常会那时候后面等一下会出现卢婷会陪安琪来教会嘛，然后我们3个就会相约在教会周报做完就一起去吃个晚餐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是3个人，但是我跟安琪慢慢的有点暧昧起来了，然后有点感动了，有点喜欢了，对，有点暧昧了，然后暧昧了 ，OK。对，然后最关键的一次就是。我们2个终于是我跟安琪单独约吃饭的某一天，然后其实那天我工作很忙，然后我其实很担心能不能准时的去赴约去跟他吃饭，我觉得就可能会加班，但是安琪很有信心，觉得一定会吃到饭，但是我有点怀疑，而且吃饭前我还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教会。其实一直以来，我也发现有很多姊妹，然后就是有的是长得很漂亮，有的是心地很善良，然后有的是那种看起来很有属灵的生命，祷告服事都很热心，但是
今天我跟安琪要单独吃饭，我也观察安琪很久了。如果这个是你为我预备的姊妹，不然你今天让我可以准时的去跟安琪吃饭，不会加班。结果那天竟然准时下班然后我们终于我跟安琪就第一次单独吃饭，然后这一吃就不得了了，因为饭后我就跟安琪有一个散步，然后这散步当中我就去把安琪的小手牵了起来。哇然后晚上我们就决定要在一起了，我们就所以那个晚餐，那个很浪漫的晚餐，就成为你们的定情之餐。好，那不错。你们两个呢，一个是台湾来的，一个是中国来的。那虽然是讲华语啦，讲普通话啦，讲国语啦，但是呢，你们两个有它的差异性，对不对？那今天不是我们讲这个差异的部分啊，但是呢，你们怎么样从一个没有感动到感动，然后你们交往多久就决定要结婚？很快，大概2个月、3个月就决定结婚了。然后哇，这个叫做很快速哦。对。我自己是因为来泰国之前就已经30好几岁了，然后30好几岁了，对，台湾也没遇到理想的交往对象或结婚对象。那跟安琪决定在一起后，我是要么就不交往，我就干脆单身；要么一交往，我觉得年纪不小的，就是要认真的抱着以结婚为前提的那种心态来跟安琪交往，所以就我自己觉得心态上是决定的很快，要交往就要结婚这样。OK， 那你们两个相差几岁呢？9岁。9岁。啊，相差9岁啊。OK， 好，那你们是那么短的时间有擦出火花来，那么短的时间决定要结婚，那你们有开始做婚前辅导了吧？还是说有上过我的课，所以就发觉到这个很重要？我之前有上过师母的课，在单身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对恋爱没有一个概念，然后也没有很想要结婚，然后但是上完课之后，然后包括信主之后，也会自己就会说，对婚姻开始有一个盼望，有一个规划这样子，然后慢慢就遇到凯莉之后呢，然后就是2个月还是3个月，我们就做了师母的那个婚前辅导的那个测试。然后就是来看我们的差异性。刚开始凯莉还说去看婚前辅导不会让我们分手吧？有点害怕是不是？把你拆开了。一看就可能是人家说你们2个不合适啊，就要分手这种。但其实也不是，就是反而是看到我们的差异性，然后给一些建议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就是该怎么样去更好的磨合上，为婚后做预备吧。好，那凯莉还有补充的吗？就是有婚前辅导还是不错的，就是一步一步的互相了解，然后因为结婚前其实也有很多困难，尤其到结婚后段准备婚礼，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顺利。包含比如说安琪的妈妈会有一些她希望的要求或条件，就是结婚不是2个人的事，还要考虑到对方的背景、家人，然后她妈妈那时候希望我在泰国买房子，那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但是这个也可以讲一个见证，然后也包含这个到准备婚礼的过程，我觉得还有我们找那个结婚酒店，就是结婚的地点这中间也没有很顺利，那也是时间关系，如果有人有兴趣我们就讲，那或者有机会再发表。这个课题在下面还会再请你们上来的，放心啦。对，等于说刚好到准备婚礼的那一刻才发现，原来那个阶段也或许就是单身的2个人有一个最后的，就是想一想
两个人到底要不要步入婚姻，因为准备婚礼还会有一些困难跟挫折，会有冲突的，会有冲突的。对，但是那些困难挫折其实跟真的婚后的生活会遇到困难比起，已经是小困难了。所以那些小困难刚好是两个人思考准备婚礼前的这种困难，如果两个人都不能互相的忍耐，然后一起去面对去解决的话，其实就会去想到往后婚后更大的一些困难，那两个人能不能去面对呢？大概是这个样子。OK， 好，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分享。你放心好了，我后面几个课题都会请你上来的。OK， 好，那你们先下去啊。等一下，如果有人问你们问题的时候呢，你们再请你们上来，好吗？好 ，OK， 好，谢谢，拜拜。事实上呢，就是刚他们说的哈，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说夫妻讲座啊，我们有讲到说，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每个阶段都在成长，那婚姻呢是我们人生成长最后的一个机会啊。那我们今天是针对是单身的，那我们就是为了要预防大家在结婚前要多了解，那你到底你自己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样的对象啊？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在我们要邀请这个另外两个单身的上来分享之前呢，我要给你们看一看啊。在这个交友要进入婚姻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几个难题呢？我把它列出来，有10个难题啊。那给大家看一下。那哪10个大难题呢？婚前的10大难题哦，还没有进到婚姻之前哦。这10大难题也是将来我们有一系列的课程哈。好，第一个难题呢是什么呢？就是众里寻他，如何绘制择偶蓝图。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会讲了，你怎么样来为自己预备，跟上帝祷告你需要的对象。你觉得哪个对象？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你自己，那你去跟神祷告了，预备自己怎么样寻求对象呢？就是我们等于今天的主题哈。那我们第二个课程就是说谁来伴我，如何结交异性朋友。第3个呢，差异的贤淑，如何克服彼此的差异。第4个呢是同父一儿，如何面对信仰不同。还记得吗？我们上礼拜有3对夫妇，有2对夫妇，他们结了婚之后才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那其中一个呢是信主了，先生还没有信主啊。那怎么样去面对信仰不同呢？那进入婚姻当中了啊。第5个呢是偷吃禁果，如何删除业界的问题，就是婚前有性行为的问题啊。然后呢，甚至是说有人是奉子成亲的也有，但是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啊？第6个是两代情结，如何因应父母的反对。他们刚刚安琪跟凯烈，他们的父母呢没有反对，很赞成纵使是这个中台结合婚姻那他们的双方父母都赞成的当然也有遇到有人父母反对的好，第7个真爱密码，你如何分辨成熟的爱情？什么叫喜欢？什么叫恋爱？什么叫爱情？什么样叫情侣这就是我们帮助大家更多了解在两个人要进入婚姻当中的第8个触礁恋情，有些人结合，但是走不太认识对方了，就发觉到开始有问题了，甚至有人开始其他人又一脚踏2条船如何走出那个失恋的苦境那苦境之后还可以再求主为你预备新的好的更合神心意的对象。第9个呢，情投意合，如何审慎评估你预备好了没有？就像刚刚凯蒂讲，他30多来岁了，那安琪呢20来岁，然后他们怎么样预备好？两个差9岁，然后他们俩怎么预备好结婚呢？这个我们会再谈论这个部分还有呢，第10个，逃避婚姻，如何消除结婚的恐惧。我个人呢，我晚婚，在我那个年代25岁还没有结婚呢，是很晚婚了那现在是很多人，就是说中国很多人说父母25岁的结婚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同学好几个都生了孩子了，孩子都很大了，都几十岁了当时我是害怕结婚的，但是呢，上帝改变我了，因为我父母是离婚的，所以我就对婚姻有一个恐惧。但是之后上帝医治了我，所以我就把那个
恐惧呢成为一个上帝医治之后呢，我就期盼有婚姻啊。那当然就是等一下会说我怎么跟牧师结合认识的好 OK。那如何绘制择偶蓝图啦？那如何绘制择偶蓝图的话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寻寻觅觅，还没有结婚的人就想要找一个对象。圣经说什么？圣经在创造亚当夏娃，亚当的时候，他就说为人造个配偶来帮助他。那我们华人的一个俚语常讲说，娶到好老婆呢，拜胜3个佛。那嫁到坏丈夫呢，请我的白功夫这是一般的大家的理念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立场，甚至我们在讲说婚姻辅导的话，这个方面呢，就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好的择偶是成功的一半。你要选择你所爱的，听清楚，我们每个人在选择自己爱的、喜欢的、渴望的、爱慕他的。但是为什么婚姻到后来呢出现问题呢？就在这个地方，后面那句话，你有没有爱你所选择的呢？你这里选择你所爱的，你要坚持到底，爱你所选择的。有些人是到后来呢，不能爱他所选择的，因为带着一些的条件来，因为带着看到一些的问题比他想象中还要他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还没有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我要请我们的2位我们先一个一个来我要请我们我想先请卢婷上来我们卢婷卢婷姐妹，请你上来说说。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婷。嗨，好，你很好，你跟大家说说看，你择偶的一个。对我来说的话，我想要找的人，他第一个就是我是非常看重他的一个品格。对，首先品格吗？他首先一定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 ，OK， 这是第一个，对，很重要。好了对然后我就希望他做人做事情都要有一个责任心，然后特别重要的，我希望他有耐心，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耐心的人，所以我希望另外一半需要有耐心，要包容你的。对，包容我，对，有的时候我比较急躁。OK。那我希望对，然后就希望对方的人生观、价值观什么，跟我来说的话，我们是可以吻合的。对，就不冲突的那种。OK，好。对，这些的话，我觉得都属于是品格。然后另外的话，对我来说，一个我很希望他有的就是。跟我之间，我们是互相的，非常的有信任，我是可以信任他的，而不是说他有很多东西，我天天去怀疑他呀，或者是什么。是。所以我希望他能够信任，对他的言行可以让我有信任的感觉。然后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彼此是要互相喜欢的。对，当然就要喜欢嘛然后这要喜欢，你喜欢他，他喜欢你，才能基本说你爱他嘛，对不对？那你刚刚讲到说要信任信任呢，这个是很抽象的哪方面的信任？比如说什么事情都要告诉你的，还是说哪些事情不可以告诉你，还是全部都要告诉你，很有透明的？这个我觉得首先就是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他知道我的底线。我在什么事情上是比较在意的话，我会让他知道。那么我在意的事情的话，我就希望他不要去欺瞒我，要对我很透明。对，那有些东西的话，我可能不 care 的话，那随便。OK，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喜欢他，他喜欢你，那你说大家要很互相的信任对方，那你会要求对方说把他的朋友介绍给你呢？让你知道他哪些朋友吗？肯定要，我要知道他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是酒肉朋友呢，还是打球朋友呢？
都可以看一下，因为当你看到他的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更多的了解他。对，是这样子 ，OK 就不会选择错误。OK，好，你也可以透过朋友在说他的情况，你就多了解了，对对对，是，对不对？OK，好，第一个是品格，第二个是信任，那还有呢？还有你也是在国内过来嘛，对不对？那你以前在中国的时候，还有没有接触那个教会呢？有没有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呢？没有接触过，对啊，所以你是来到泰国才接触，然后耶稣是吧？是，所以你也进到我们的这个真理堂来聚会是吧？对，是。那这个信仰对你来讲，在择偶条件当中重不重要呢？很重要，对。当你信仰相同的时候，其实有一些问题可以自然而然的就解决了。OK， 自然而然。如果信仰上有冲突的话，就会有很多的产生更多新的问题。所以说我希望对方也是一个基督徒，这样对，比较容易。是，对，因为同一个信仰那个价值观呢，比较可以接近的哦。对，是不是？OK， 还有什么吗？还有，我昨天给忘了。对，还有一个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在交流上，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有沟通方式，就是说两个人聊天的话，不是总是很沉默的，或者是让我去引导他话题呀，或者是什么的。特别是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希望对方是一个侃侃而谈的人，就是也可以说是学识方面学的比较多的。对啊，当然啦，因为你现在是已经读到硕士了，而且是读心理系。对。所以大家的知识层面可以沟通的话题要有共通的话题。是对，是的，所以这沟通对我来说也很重要。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希望他是比较主动的，因为我自己是比较被动的。对。OK， 他要来找你说话。是。让你说他要主动，是。要主动是吧？很好。好啦，我们那些妈妈们，看看这个未来的媳妇看上眼吗？把你的孩子介绍。我还要我再帮他们推销啊！他像我女儿的，哎呀，比我小女儿一样那么小啊！好啦，谢谢你啊！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啊！好的，好，谢谢。好，你看哈，那个我们的主持人呢，已经把那个卢婷的期待的对象呢都打出来了，真的是谢谢他那我们也是感谢主啦。你看我们这个卢婷呢，她也是来到泰国来，然后呢，她之前是做这个老师，然后后来就读了她的硕士课程进修，她还在进修啊。每个人他都知道他们需要是什么，对不对那我想说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现在再请另外一个单身的姐妹杨杰，请你上来。嗨，大家好，师母好。OK， 好的。那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是背景是什么？你是之前在中国都已经信主了吗？还是来到这里才开始？大家好，我叫杨杰，我来自云南昆明，然后我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的，父母都是传道人，所以一直以来就来到泰国之后就也都去找教会，然后后来认识到师母，就来到我们的真理堂，所以很开心。好的，那你也上过我的课程对吧？那你对一些的婚姻的想法跟态度你怎么看呢？因为你现在还是单身嘛。对，我在上师母的课程之前的时候，就觉得标准是很模糊的，只是说因为自己的家人都是基督徒，然后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爱主的弟兄就好了。但是
其实自己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很多的小揪揪，但是不敢去大声的表达和说出来，就觉得好像说出来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但是上了师母的课之后，也看到自己性格里面的一些的问题，然后看到一些包括原生家庭或者童年背景的一些经历对自己性格上的影响，然后不断的调试自己的时候，然后也列出一些，然后开始会跟上帝是比较亲密的沟通，然后列出一些条件，然后为这些条件在祷告，所以现在仍然是很开心的等待期待着那位出现。好，那好不好？你告诉我们你的心中的那个未来那一位，你期待是怎么样的？你说说看。那首先还是刚才有说到的，第一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和我有相同的信仰背景。然后其次也有如婷谈到的，我觉得要有很良好的品格很重要，能够是一个热情，然后性格上是一个，我也希望是一个正面，就是思考方式是一个正面积极的乐观的思考方式，而不是常常怨天尤人啊，总是觉得我怎么那么倒霉啊，这样很负面否定的。然后另外一个也觉得彼此的沟通也很重要，是一个愿意乐意的来沟通，而不是活在自我世界当中的这样的男生。等于是说要积极正面。对对对，然后我最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让我看到是我很期待的那一个是和我能够彼此欣赏和鼓励的，都能够彼此看到彼此的优点，然后能够一起的鼓励，然后一起的进步的这样的男生，我觉得我很有吸引力，对我来说。OK， 那你还有没有对他其他的，比如说他的态度啦，他的讲话啦，他要正面呢，要多点话呢，还少说话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有很多情绪的，那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带话题，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男生一定要有耐心倾听的耳朵，能够要说乐意的来倾听，当我有情绪或者是说我想要抒发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有一个耐心的心能够给我，我觉得 OK 很好，谢谢你哦。你讲说那个情绪的话，当然有些人把情绪变成是一个负面的哈，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感受啊。那当然，男孩子啊或者弟兄们呢比较理性，那要懂得认识，懂得了解女孩子的感性的部分啊，这是很重要，这个倾听的耳朵非常重要，是吧？对的对的。好，我也很乐意的成为他的倾听的耳朵，当有愿意，对，没错，彼此是彼此的哈，彼此倾听对方的需要啊，对方的给讲话给聆听的。好，谢谢你。然后等一下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就上来好吗？ OK， 好的，好，再见。好，我们访问了两位单身的姐妹哈。他们有提到说他们怎么样是寻找对象，对不对哈？那我相信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从这个方面去想。如果说你还是单身的，当然啦，就是说还有我们就是有些的妈妈们或者爸爸们在为你的孩子寻找对象你们听的时候，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我看到有一个妈妈说，哎呀，我有个儿子看上眼了，你又不要等他嘞？所以我谢谢这个妈妈的回应好，来我们看看呢，我要分享一下，就是刚刚说的，我们好的择偶呢是成功的一半。那我们去选择我们所爱的，爱我们所选择的。那刚刚他们都讲到一些条件那我给你们看看一下，不同年代的择偶条件是不一样的为了节省时间呢，我就把这70年代跟90年代的一个调查做一个比较。
那70年代的，如果你今天在我这边听了70年代的，你的择偶条件这10样是哪一个优先秩序呢？啊，良好的品格啦，啊，刚刚他们两个都说希望有个良好的品格啦，那当然生儿育女啦，就说找对象的时候要问他你有没有生孩子啦，啊，第3个就是说你婚前是不是你还是处女呢？第4个身体健康很重要啊，然后第5个呢相同兴趣，第6个呢背景相似啊，我们以前华人讲的门当户对嘛哈，那背景相似当然就是说教育水平啦各方面的啊，那还有呢姻亲关系呢，有些人呢知道说结婚之后有些人是要跟父母相住的，那有些人可能是说父母呢，对方的父母呢，一个就是可能是寡母啦寡妇啦，对不对啊？那他们怎么样相处呢？这个才是考量在里头的啊。还有呢彼此相爱，你看70年代的这个彼此相爱放到第8位啊。然后还有呢经济基础啊，这个很重要，就说没关系啊，2个人打工嘛，一起工作，2个人一起赚钱都可以的啊。那第10个呢是要漂亮潇洒，不像现在的人是要高富帅是不是？好，来我们看看90年代的啊。那我们刚刚两位单身的啊，看看90年代的啊。好，来第一个，你看90年代，刚刚他们没有提到这个部分啊，当然有讲到彼此相爱，但是他们把那个良好品格放得很重要啊。那第3个彼此信任，他们这3样都有了啊，相同兴趣。第5点他不好意思说了，性的和谐，你看哈，在这70年代呢没有说到这个部分，但是到90年代呢就有讲到这个部分，因着大众传媒把性这个件事情呢抬到桌面上来，所以很多人90年代呢他们就会很自然的就会谈到这个部分，在婚前就已经谈到这性的方面，甚至有些人呢根本就是还没有谈到这个恋爱，只是交朋友的时候就一夜情了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探讨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是不同的。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不能有婚前性行为，因为是得罪神的事情哈。那第6个呢是身体健康，第7个呢婚前的贞操。但是一般人呢，我现在讲的这些的择偶条件是一般人呢，不包括哪个信仰，这跟信仰根本没有关系，这是指一般人哈。所以你看呢，90年代跟70年代的不同呢，70年代呢是讲婚前的贞操是在最前面第3位，90年代呢婚前贞操摆到第7位，就是说你跟人家有发生关系，或者是你被人家强暴，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啊，还是可以接受他啊。我的个案当中也有人他被人家强暴过，但是他那个对象，他那个配偶，他那个未婚夫，他说我知道，我了解，我可以接受。第8个是姻亲关系啊，有些人说，哎呀，我不要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啊，那当然婚前就要讲好了，是不是啊？第9个呢，互相的适应啊，这是很重要。还有呢，第10个是要良好的沟通。所以你看看他们刚刚2位呢，都把沟通放在前面啊，因为当然了，他们2个也读心理学的啊，他们更加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沟通的话，婚姻一定会出现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人在是电子时代啊，手机啦啊，那就是很多的这个联络啦，互联网这些东西都是对电脑的，很少跟人的互动，所以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呢就减少了，所以等于说这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不算是搞笑，但是好像有点的物质主义的趋势，带着人走这种趋势。好，你看1世代10全择偶，那我们尝试着把它1、2、3、4、5、6、7、8、9、10啊，一指文凭，你有没有学历？2国语言，你除了会讲中文，应该还要多一个语言吧，英文啦、日语啊这些的啊。3呢，你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3房2厅啊？还有呢，4呢是4季名牌啊，春天穿什么，春夏秋冬啊，不同的衣服，还有追求名牌啊。然后第5呢，五官端正啊，五官端正，有没有听过一个新闻啊，搞笑的，2个人就他好漂亮，他好帅，结婚之后生下的孩子呢，完全不像他们。后来一问之下，原来2个人都做过美容，做过整形了所以说现在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韩剧，对不对啊？已经很流行的。我听说有一个韩国的一个高中毕业生，他说
好像是他们的趋势，他们的潮流。他的父母呢，在他18岁毕业，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大学，他就给他一笔钱呢去做美容，去做整形，让他眼睛大一点，鼻子高一点，双眼皮。大家知道韩国都是单眼皮比较多，那还有其他的整形哈。但是你看五官端正，你现在都不能担保。我那天也看到一个影像，有一个人他是很你看起来就像特别不同，看不起眼的。但是呢，他化妆一下之后，哇，你看一化妆完之后呢，漂亮的不得了啊！所以等于说有些时候那个化妆也是会骗人的啊。好了，六亲不认。六亲不认啊，等于说我们只要两人世界就好了，不要跟亲戚来往，不要跟父母来往，不要跟兄弟姐妹来往，就是六亲不认啊。那7千月薪是什么呀？这是指美金哦，7千月薪啊。八面玲珑，就是说他的社交跟人家要做什么人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很会说话，跟人家很互动的啊。还有呢，酒烟不沾啊。一般人啊，有些的女孩子说我不要找一个会喝酒的，我不要找一个会吸烟的啊，叫酒烟不沾。那当然啦，有些人说十全十美，在台前的朋友们，你是不是这样呢？还有呢，好了，我们来看看择偶的趋势。很多人也受到一些的环境影响，或者是大众传媒的影响，或者是明星效应的影响，无形中呢，这个就成为大家追逐的择偶的趋势。我们讲三高，不是身体那个什么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啊，不是啊，是讲到高收入、高身材、高学历啊，三高啊。然后呢，3D 是什么？低风险啊，有高收入呢，有足够的储蓄呢，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风险嘛啊，至少有老本啊。还有低姿态啊，等于说你都要听我的啊，还有低束缚，不要有亲朋好友的束缚你啊。择偶对象就说你跟我在一起就好了。那要求对方是什么？3手，你是我的帮手，你是我的携手，帮手帮助我，携手一起走，一起打天下，牵手过他的婚姻的生活。牵手就像我闽南话叫砍手啦啊，砍手。所以呢，我们应该这样讲，不是我选择最好的，是最好的选择我啊。那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你是选择什么？你是按照这个择偶趋势呢，还是按着刚刚我说的这个地方择偶的条件？这是人家调查结果的，你的选择是什么呢？那当你开始交友的时候，进入恋爱的时候，大家彼此要谈好，沟通好彼此的需要是什么，哪些是你最需要的，还有呢，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有信仰的人，我们基督徒的有信仰的人，优先次序是神第一；有家庭的人呢，是配偶第2；有的小孩呢，小孩第3。然后跟着呢，事业才是第4，或者是教会啊，这些等于是说优先次序跟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那我们说择偶的蓝图，刚刚讲到，有些条件是重要的，有些是相似的重要性不同，价值观、人生观、信仰。刚刚我们2位讲到他们的信仰，讲到他们的人生观啊，你看品格、个性。背景，他们都没有讲到外表哦，我刚才没问他们了，不过我知道他们都希望说找一个比他们高的，大概170左右的。好，那在这里呢，我就暂停一下啦。我现在就请我们另外一对结婚10多年的，请他们上来。好 ，Kevin 跟 Esther， 请你们上来。好，大家好。好。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你们的不是结论，这就不叫结论，这不叫结论了。讲了很久的答案。不是，你跟我们讲讲你们2个怎么开始认识的？这个时候要那个吗？这个你还记得，所以你讲啊。太太先说啊，先生等一下会有一些好东西给大家看的啊。怎么认识的？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去带那个营会，然后呢，他是打鼓的，我是弹琴的。哇，对，
所以就认识了，这样就觉得这个年轻人蛮不简单，会弹琴，还会打鼓哦，那刚好跟我诗情配合这样，然后又会带青少年，两个都是音乐爱好者，会弹琴会打鼓。Kevin 也会弹琴嘛，对不对？对，是啊，都弹琴的弹琴。后来就发现是好邻居顺便的好邻居变成什么情人啊？对，居然是邻居。其实我们是邻居当了很久都不知道，然后呢，后来才发现，我们是邻居很近，所以就交往了，没有交往，就是认识，然后就常常一起去运动啊，然后就是做好朋友，做了6年才决定交往。哇，做好朋友做了6年了。那 Kevin， 你们是做好朋友做了6年之后 ，OK， 那下来是你们2个人之前呢，有没有说择偶的条件啊？这个我常听我老婆在讲说，因为她在基督化的家庭长大，所以呢，她在这信仰里面，她本身对于对象，她从国中还是高中13岁，她就开始在列这个，对，她就开始列这些项目，对，20条，哇，20条，那Kevin 符合了几条？他说我符合21条。那表示说你是 perfect，Mr. Perfect。对，是当初列的是3岁列的那20条，跟23岁列的20条完全不一样。是吗？好了，你跟我讲一下，你不要讲20条，你这个会讲5条。讲5条，但就是要爱主的，然后就是很有趣，可以沟通，然后就是能够要会音乐会比较好。对，然后就是爱家吧，爱家，孝顺爱家，孝顺。然后刚刚有一个人讲说要孝顺嘛，OK， 好 ，OK， 那 Kevin 呢？对我来讲，并没有做所谓的条列这种方式，但是呢，就是在后来跟他就是从朋友然后认识之后，发现他的特质。就是说他有几个特质第一个，他真的是对于信仰的部分是非常的坚持，所以我看到就是说这一种就是有一种很坚持的部分是很吸引人的。那时候呢，跟他交往的时候又会去他学校，因为都是教小朋友的，就是那一种就是可以跟小朋友玩起来很真的那一种感觉啦。那就是未来的好妈妈的一个特质啦。对，应该就是说，当时已经踏入工作的时候，感觉到好像又回到那一种很天真的那一种氛围里面，所以所以这一点是很吸引我的部分。然后呢，再来呢，因为其实他常跟我讲2个点，在交往之前，他说他每天呢大概6点都会起来读经祷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他不怕蟑螂。所以呢，我就被他第2点也欺骗下去了。对，他第1点有，但是第2点以后还是一样，2个一起叽叽叫这样子。看到他来叽叽叫。因为他后来跟我解释说，他看到小的不怕，大的还是会怕。那被说的更可怕了。好了，那请问一下，你们从好邻居，因为又是教会的一起的嘛，从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好邻居，教会弟兄姐妹，那怎么成为情人呢？其实我觉得后来是这样，因为在我工作之后，然后他因为一个在桃园，一个在彰化，那当时呢就会用电话去聊天啊，那我觉得这个就也是让彼此有就感情升温的部分。那很不一样的一点是。每天跟他讲话都要读经，然后呢，祷告完才能 say goodbye。哇，所以就很特别啦，很特别，那就吸引你了。对，就是不一样。不一样的跟其他的女孩子很不一样。对，是不是？好，那我听说呢 ，Kevin， 你有一些的投影片要分享给我们看的相片，好，可以你分享一下，那你可以在旁边解释一下，好吗？好，
哇哦！其实呢，这个是讲我们两个的一个 footprint 哈，就是说，我们其实认识是在台湾，然后相恋在台湾之后呢，我们其实是在美国，一过去之后大概2个月左右，我们就订婚，然后之后结婚，所以我们一起在异地。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婚前辅导就是婚前辅导之后，我们在台湾之后再一起出去。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2个人都一直都在异地生活哈。从在美国大概4年半左右的时间，之后呢，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大概在中国陆陆续续大概有8年的时间。之后在2013年左右，我们来到泰国哈，所以在泰国这边也大概有7年的时间。哇哦！所以可以看到曾经年轻的样子。哇，美女帅哥呀！哎呦，跟现在差不了多少。那时候没戴眼镜啊？对，那个是为了照相把眼镜拿下来。OK， 跟现在也差不了多少的那个相片哈。那我们当时就是左边那边还没出国之前，然后在美国的部分，那我们也在那边刚认识牧师一家人哈，所以到场的就只有牧师一家人，还有2个朋友，因为刚去就认识很少人这样子。OK， 好。然后这次我们也在美国结婚，那时候呢，大概下午结婚吧，然后晚上就大家一起吃个饭之后，那就去上课了哈。所以上午才结完婚，下午我们就去上课。那其实也可以看到2个人在异地，虽然不是很隆重哈，但是都是非常的开心。哇，也很漂亮啊，很浪漫啊。这个是到回台湾之后，那我们去做的一些就是补拍的一个照片这样子。这样子是吧？好哇，这个你看不出来哦 ，Kevin 呢心很细哦，把这相片都集合起来哦，对不对？Esther 你是很 surprise 啊，很惊喜啊。是啊，昨天给我看，我说哇，这么多都要给人家看吗？然后那时候比较美。好吧，那你现在也很美啊。谢谢。OK， 那想你们结婚的将近几年？18年吧。18年，小孩都16岁了。小孩都16岁了。如果呢，你们给一些的单身贵族啊，或者是黄金贵族啊，你有什么给他们建议呢？在寻找对象的时候，你们有什么的建议给他们呢？如果是以我这边来看的话，像我跟 Esther 我们2个的个性是互补型的，好，所以我会觉得，像我来讲，我会觉得是一个互补的部分，让我们2个是，就是要找互补的是吗？对，我自己，因为有些人是很相似的，但是像我自己，我会觉得是互补的部分。那其实刚才有讲到是说在信仰上面啊，在彼此的了解、接纳上面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对，我觉得祷告非常重要，最好呢现在就开始，不管你几岁。那你告诉我们啊，你说说看啊，你怎么开始为你的另一半祷告啊？哇，我刚开始因为13岁嘛，那时候听牧师说祷告 ，OK， 那我就开始祷告，我就把20点写完了。后来呢，我就每一年拿出来看，然后想说，大概到18岁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上帝我怎么都遇不到这种人这样。后来上帝就说，你写错了，好吧，那我就改。所以我就一直在改哈，那慢慢的改，然后觉得说很神奇，就是当我改到最后啊，我就是跟我记得很深刻，就是跟我的父母，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非常绝望，然后就是很多的事情发生，然后就觉得说，哎呀，上帝，我不要结婚好了，这很麻烦，然后就很多的挫折，然后但是我就去找我的父母那我们第一次就是我就把这个条件给他们看，他们我们也一起商量，然后一起祷告，然后觉得很美。就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妈妈就想到他了，她就说，你很久没有跟启明联络一下。结果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联络起来然后所以我觉得说，就是
就会知道说那个是神为你预备的人，不是那一种好像一下子看到就一见钟情啊，或者是怦然心动啊什么的，但是你会知道说哦，这个就是你修改过后，然后神觉得你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就是你是适合他的那一个人，然后他也是适合你的那一个人，这样子你就会看见对方，因为不然其实我们是朋友6年了嘛，也没有看见对方啊。对，就是后来就觉得说，其实真的是祷告很重要，然后就是仰望神，就是说了解自己，就是去了解你自己是什么，应该说我是谁，然后最适合我的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只有上帝知道，所以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给人在寻找的人，或是很特别的呀。你说S 的父母是基督徒嘛？是那个时候 Kevin 的父母还不是嘛？不是，对那是因为那个 S 跟你的父母讲完之后，你也开始祷告，所以呢，让你妈妈想起来 Kevin 这一位邻居。对，就是说，好像是很感动的。他说你应该找这个 Kevin 来谈一谈，他说明他已经很欣赏 Kevin 了。对，因为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跟我妈妈2个是不对盘的，就以前就是她说好，我都觉得不好；我说好，她就觉得不好。可是这一次是我们2个都觉得，好像不错哦。然后这次说这个丈母娘啦，看你去越看越有趣。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说，我遇到的婆婆真是太棒了，这样就是超乎想象，公公婆婆这样。不要因为他们在线上就这样讲啊。嗨，婆婆在线上，婆婆也在线上听了，是不是 ？OK， 我欢迎她公公婆婆一起跟我们。对，还有我们的家人，台湾的家人，家人在支持你们。这是真心话，真的是真心话。就是因为我的条件里其实并没有写到公公婆婆。但是我觉得神给我们的就是超乎我们写的东西，然后会觉得更美好。就是其实结婚前看到的都一点点而已，结婚后看到的是很全面，然后觉得说哇，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祷告的这样。OK， 好，太好了。我想说呢，你跟 Kevin 认识，你那时候是留学生结婚的嘛？对不对？留学生的身份嘛，所以留学结婚的时候呢，我想这个 S 的或者是 Kevin 他们说，你们婚后呢要东奔西跑的对不对？到了中国，又到东莞，又到苏州，然后又现在到了泰国，对，也曾经回台湾一阵子。我自己是，等于说这个叫夫汤妇水啊。是啊，结婚后就不在台湾了。本来妈妈说，你要嫁给台南人，真的是嫁给台南人了。但是都没有住在台南了。OK， 只要台南人就好了啦。只要台南人就好，对。好，谢谢你们。我们回头再找你们再考虑上来。好，待会见好，我很开心就看到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期待，我们对对方对我们的期待，我们的希望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刚看到就说，我们彼此的期待是什么呢？你们所有的来读刚刚这个 S 的跟陈伟的他们的一个信仰还有人生观或者他的价值观的互补，但是不能他还还有品德方面的个性方面的有人问我说，那我跟牧师怎么结合的呢？好，那我先报个料。事实上呢，那时候我跟牧师呢，我们那时候的话就是学这个台湾做的那我跟你讲，我认识在香港有位弟兄那我跟你介绍一下。所以我到那里去之后呢，那就请他到我们住的下榻的酒店来见一下面介绍这是王新基怎样怎样。那时候王牧师还是一口满腔的个广东国语所以我们只见5分钟，见完5分钟之后我们有活动了，我说 OK 拜拜，然后就拜拜完了之后只是留下电话号码。结果没想到呢1个月后呢他就来到台湾找工作了，因为他要在他亲戚那边
做工作，所以他就投入了他亲戚的那个贸易公司工作呢，但是他也联络我了，他说你在哪里教会聚会啊？我说我们在台北那个万盛里那个贵格会吧。他说那好了，我来你们教会聚会。我说这个弟兄很特别，怎么不去其他的教会？他以前是圣公会的，他就说我不要去，我要去你们的教会。那有些姐妹说他是不是追你？我说不是，绝对不是的，因为我说他好像要把我介绍给他的亲戚。他说是吗？我说是啊，他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就像我们刚刚几位姐妹讲说的啊，我那时候也是在我信主之后，我刚刚讲到说我的父母呢，在我13、14岁的时候，他们就婚姻破裂了。那婚姻破裂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呢，我的父母呢，他们各有对象，这叫婚外情了啊。所以呢，我妈妈在外面生了一个孩子，那我爸爸后来又生一个孩子，那这两个呢，就是一个同父异母，还有同母异父。所以在这种的一个婚姻破裂的家庭里头呢，对我来讲，我是觉得那个婚姻让我没有盼望的。如果是那么相爱，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离婚呢？既然相爱了，结婚就不应该离婚。所以就发觉到说，这个爱，人世间的爱好像不能保证啊。但是呢，后来我到了信了耶稣之后，我18岁信了耶稣之后，上帝医治我了。那我对婚姻的恐惧，对婚姻的害怕，就慢慢的拿掉了。那神的爱就充满了我。那我继续就列条件呢，就像他说列了20条，我是列了10条。那列条件的过程当中，那祷告了，我说主啊，说实在的，那时候刚好大学毕业，刚好开始要在社会上工作，同时间呢，有好几个男生在追我，3、4个吧啊。那在追我的过程当中，我就说他们如果没有信仰，我都不要。那几个都没有。对，后来呢，这个王牧师呢，他固定的来到我们教会，甚至我们家有小组祷告会，他也过来。那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弟兄是不是你所预备的？如果他合乎这个5条，我10个条件改成变5条了哈。5条完之后呢，我就看看说，这个5条合不合乎呢？但是呢，我们总是要让弟兄主动来跟我表达的嘛，不可能说自己去跟他说，我喜欢你呀，那就祷告了。祷告的时候，我第一个跟神上祷告说，第一个当然是爱神，敬畏神。第二个呢，爱屋及鸟，就是说他要接受我这个家庭，我的父母的婚姻不和，我的父母的离异，我还有2个不同父母的弟弟，他要完全接纳我这个家庭哈。然后第3个呢是什么呢？他要有幽默感。所以凡是认识牧师的人都知道，牧师的幽默感是绝对的 very good number 1的啊。然后当然就是说他也要后来呢，我的改变就是主啊，如果是他愿意奉献，因为我自己预备自己奉献。所以没想到这个五点呢，快看得差不多的时候，只差什么？我说神祷告，我主要只用1年的时间，我先看看他这个人的品格。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信仰跟我符合吗？他的品格怎么样呢？我看到他是很孝顺的弟兄，所以他对我父母也很孝顺。那他的个性呢也很温和。那后来呢，背景呢更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说我的背景，我父母是离异的，但是呢，他的父母呢，他有一个2妈所以等于说他爸爸娶了2个太太。所以他的背景，他可以了解我家，虽然他们家没有离婚的，但等于说很了解对方的哈。那当然外表呢不是我最重要的哈，但是呢至少价值观、人生观、信仰跟品格跟个性是在我生命当中为我那一半来祷告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1年之后的最后一天，他终于跟我说他看错眼了，因为他说还好他没有把我介绍给他的亲戚。他说感谢主保守，所以我也跟他讲，我跟他祷告，他有写他的对象的一个择偶的蓝图哈，所以很不同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跟大家分享，我们请不同的弟兄姐妹上来说他们现身说法，说他们怎么样认识，然后进入婚姻。然后我们有2位姐妹，单身姐妹说他们的择偶的一个蓝图哈。那我相信呢，我们在直播前的。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欢迎你呢联系我们。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个东西，你还不明白的呢，
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来探讨哈，因为下礼拜我们还是继续有这个的课题的哈。那我先来做一个这个介绍啊。那介绍的之前呢，你们可以上到我们真爱的网站去哈，更多的资料在那里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在追求，我们不要以外表为优先。刚才讲过嘛，外表是可以整形出来的，外表是可以装扮的，外表是可以伪装的，不要让外表来欺哄了你自己哈。好，那当然要了解他的背景啦，了解他的个性跟你能不能调试的好，能不能配合呢？还有品格也蛮重要的，还有呢，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他的信仰跟你相同嘛，所以那个重要性你们要去看啊。好，那我们要先宣布一下啊，下周我们会告诉你怎么结交异性朋友。一方面是告诉你基本的方式、基本的方法，还有告诉你结交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事情。好，所以这是跟你们一个预告的哈。好，那我现在把我的这个讲课的时间呢，我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好，主持人，时间交给你了。好，谢谢，非常感谢师母。我们还没有听到爆料啊。你们来采访我吧。对呀，条件是什么？我们刚才有这个吗？有啊，师母有5个条件。哦，就是听不清楚，是你太先生复习一下，刚才有写到，对，所以那牧师都有符合这几个条件。那有没有觉得结婚以后就是又有意想不到的？有吗？跟自己的条件就觉得超乎想象的。有啊，就是说刚刚讲到说他们的家庭背景啊，跟我家庭背景完全不一样。而且他是香港人，我是台湾人啊。那我也不会讲广东话，刚结婚的时候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说的。哇，然后听说师母还要煲汤对吗？还要对啊。那后来我们结婚后就要因为工作关系要调到他的香港去，所以那时候是一句话都不会说。后来是菜市场看电视学广东话的。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我以为他妈妈会讲广东话，结果他妈妈是讲潮州话。所以我就把我的闽南话、台湾话又再复习一下，但是复习的变得是闽南话又不标准了，就开始讲闽南潮州话，所以常常也会产生一些误会。哇，真是非常精彩哈！我们接下来一定要继续追踪我们的节目哦，有非常多很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如果你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你写下来，就是你对今天呢，听到一句你觉得很重要的话，可能对你很有帮助的，或是你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希望你可以在留言的地方写下来，然后跟我们分享好吗？然后，如果你有讲员对我们今天讲员讲的内容有什么样子的疑问呢？你也欢迎你写下问题，或者是你想要跟其中的单身的姐妹，还是新婚的夫妻问什么爆料的，都欢迎你们写下问题哦。什么问题都可以写哦。然后有人问如何为自己就是在等待对象的自己来祷告这个还蛮重要的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请师母来回答。那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因为有人问到我们，请问我们什么 Kevin 夫妇是否是彼此的初恋？哇！之前有几段的感情，如果确定还是你另外一半。哇塞！等一下，我也要问一下安琪、凯莉，请你们先回答，互相爆料。对，今天呢就豁出去了，发现我们现在收视率最高。大家非常想要听，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说，等一下，初恋，我是啊，你是我的初恋，
哇，他今天都在讲那个，因为婆婆在前面的那一集。没关系，婆婆都应该都知道了吧？没有，我真的暗恋不算的话啦，如果是那种小时候啊，中学啊，国中啊，那种小学，我不是会暗恋一些人嘛，哈，那些不算的话，Kevin 就是真的是我的初恋，因为我们对那种婚姻的，就是我们谈恋爱就是要结婚，这是我们的教导，从小长大就是被这样教导，所以呢，我们都不可以随便谈恋爱，所以我大学4年是没有谈过恋爱。然后，所以工作以后，当然有很多人追，然后我就说你，不是基督徒，然后把条件拿出来看，删掉，所以就没有交往哈。那我觉得 Kevin 真的是我的初恋哈。那，如何确定另一半？刚才我有讲了，对不对？就是，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真的是很符合，然后也很平安啦，因为跟他讲话可以随便讲，很舒服，没有压力，就是你不用考虑说你还要去打扮一下，然后或者是要修饰你的话语，就是他都是很接纳那个时候的我，那时候他都觉得我很多的缺点，但是我就觉得说，他还是很接纳我这样。他很包容你啊，到现在我看他还是很包容你，虽然说，还是包容。对，他为我改变很多哈，因为我很慢，然后他很快。常常刚结婚的时候，发现老公不见了，因为他很快就走掉，然后我还在慢慢的在那边看东看西，然后一转头10秒钟不到，老公不见了，因为那时候在美国就很紧张。我觉得比较多人问到我们之前是说如何确定是他。就是说确定他才是你的另一半，即使我们那时候在交往，然后其实我们办公室里面也有另外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他也都常带我去台北真理堂啊的基督徒朋友。那时候我们就是说他也在交往，然后我们之间也在交往，那所以他也是问说，怎么确认你的另一半？那刚才有讲是说祷告跟我觉得感动吧，就是说彼此之间那种感觉。我也不会讲，就是我觉得那是圣灵的工作吧，我也讲不出来。你要列到条件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蛮难的。好，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课题，就是在交往当中进入到一个婚姻恋爱的时候，那开始可能会要跟父母见面，双方父母能不能接受，那是另外一个条件啊。有些人是说，如果父母反对的话，他们不见得可以结合的啊，对不对啊？那我刚看到呢，有人问问题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不用回答的啊，不是说不用回答，不是今天的课题来回答，我后面有一个嘛，就是说如果面对信仰不同的人应该怎么办，那是留在后面课题来讨论的。OK， 这是我们凯丽来问你的啊，好，没关系，如果他真很喜欢你的，先放着啊。是 OK，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刚才我们有夫妻补充说明哈，凯莉说曾经她的条件是10点，后来3成5点，最后剩下1点。只要是基督徒就好，然后就结婚了，好像不是这样哦，好像不是这样哦，我帮他们辅导，我觉得不是啊。对啊，要请他们上来说一下。有些需要。Hello。你这问题呢，这个叫问完之后自答。问什么？不是啊，他就说刚开始他有10点嘛，那后来剩下5点嘛，那现在只剩1点嘛，你觉得他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啊。不是啊，你看。但是我觉得他和我想象中的那个理想型是很不一样的。我喜欢那种爱运动啊、阳光灿烂，然后乐观开朗的。我觉得他是一个爱读书的，结果就是一个我喜欢四肢发达的，但是他是头脑发达，四肢没有那么发达的。其实我。
但是我看他有配合你哦，你最近在家里做运动的那个抖音弄出来的哇，他也配合你啊，对不对？他的优点他会配合，配合你嘛啊，那个制造大家共同兴趣嘛，哈，是吧？对不对？就是我自己还没结婚，就是类似列10个条件这种问题，那我也会想说，哦，那我可能会想要身高101.6米以上的啊，然后长头发的啊，然后可能他还很会弹钢琴啊，可以在教会弹敬拜的，然后可能他又非常属灵啊，很会读圣经啊，也很会祷告啊。几乎没有。对，几乎好像很多的男生都是这样。牧师刚开始也是这样的，他说喜欢找一个长头发的女生啊，很坚持的啦，然后又会弹琴的啦。我又不是长头发，我是短头发，我也不会弹琴啊，我又不高啊。是，我都不符合。但是我后来觉得，我这里的观点是，我们有时候其实。我会觉得不是真的很了解适合自己的是什么，但是反而是神知道。所以我虽然曾经也想过那些问题，但是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其实安琪就是非常适合我的。他非常适合你，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心态开始改变了嘛。你虽然说你之前有10点，那5点，那这1点，事实上5点之内，安琪有符合你内心的需要啊。对，其实他符合我，其实心里真正也想的是，其实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的内心单纯善良，然后我觉得，然后背景其实也很简单，干干净净的，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干干净净啊，什么意思？就是身家清白啊，也不用太复杂，也不用什么他爸爸妈妈是什么大官啊，什么超级就是说简单一点，简单的家庭啦，是不是？事实上我相信你欣赏那个安琪呢，你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我问过你，在做婚情辅导的时候，你喜欢他什么？你记得吗？你忘记了？我都不记得因为呢，他带给你欢笑啊，他让你开心，对不对？对，所以等于说这是很重要的，对，是不是？所以你看，他也会做小丑啊，他会扮演很多人那个说话的口气啊，但是你不会觉得不好啊，你会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很有点子啊，是不是？对不对？就是欣赏他嘛，所以你自己不知道，你说了你都忘记，我帮你记得了啊。OK， 好的，那凯莉跟安琪，你们从结婚还不到1年呢，那你们如果说有些单身的女孩子或单身的弟兄，他们要寻找对象了，你们有什么劝告？虽然你们是最新的啊。就是还没有过honeymoon的1年啊，有什么要给他鼓励的？给大家选择对象要注意什么呢？好，那我是觉得对女生来说，当然大家都讲很多说要祷告嘛，然后那我自己还是觉得要稍微的扩大一些自己的交际圈，然后先要确定你就是那个对的人，你才有可能进入到一段恋情当中。因为我自己刚开始也不是一个很对的人的时候，我也遇不到我的另外一半，然后当我自己觉得我单身也能很舒服的时候，然后我也愿意有结婚的意愿，然后我也去接触一些男生，我也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当然只是说作为朋友的那种了解，我觉得女生不是说一定要非常的那种被动，也是可以稍微有一些被动中的主动去认识一些，就是师母下堂的课题要结交异性朋友，然后自己把握好那个度，然后在这个当中，然后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观察，然后也观察他是不是喜欢你，然后是不是就放在祷告中，就有明确对象化，就是可以更好的去祷告是否有对你们2个是否可以进行下一步这样子。
不错。OK， 那凯莉呢？如果配合今天的主题是找另一半的话，那我就不说刚才安琪讲的自己的部分，那讲对方的部分，我会认为对方比较要有会比较好的条件，我觉得要配合我们上次讲过情绪的，我觉得要看对方他在情绪处理上的态度健不健康。我觉得一个人可以不见得一定要完全乐观，他可能他是悲观的人，但是他即便他是悲观，但是他处理某件事的情绪上，虽然他观点是悲观，但是他会用比较健康的态度来处理，就是他也不是，就是我认为他的情绪上要是健康的，他处理情绪的态度也是要是健康的。然后我还有觉得另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不管男生女生，就是找另一半，我觉得他要有一个忍耐的特质。其实我在说，就是我自己，我有时候反省自己，就有时候是有一点情绪化，所以让对方有点不舒服。所以我认为找对方要他情绪健康。另一个是我觉得对方要忍耐，因为有时候也是在某些事的忍耐上，我觉得不够，所以他有没有忍耐的特质，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人生不管是工作、生活、婚姻，其实常常都是很多苦难的啦，基督徒很多苦难，所以他面对苦难，他有没有一个能够忍耐的特质，我觉得会对两个人是很有帮助的，就包含夫妻相处也有很多的忍耐。所以我自己认为要特别注意的点，一个是他处理情绪的态度能不能健康，他有没有忍耐的特质。尤其忍耐我觉得很好。就是说这个品格啦哈，也是包括在一个个性跟品格上面啊。那情绪就是情商管理很重要，对吧？好，那个就是说我们在后面还会请你们再上来分享的啊。就是说那个怎么样去了解接纳彼此的差异，对不对啊？你们两个是很大的差异，像刚安吉说的，你们结合之后才发觉到说他跟你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啊？那情绪怎么样去处理，也是两个人互动磨合，至少找出一个对的方法。那是在交往过程，或者是甚至要结婚之后，是在交往过程大家彼此了解之后，然后慢慢去适应，慢慢去调试，然后在进入婚姻当中更加的可以接纳嘛，哈，忍耐接纳，因为有相爱嘛，对不对啊 ？OK， 好，谢谢你们，好，你们可以下去了。好，我附上那个刚刚我请那个主持人呢把这个连接发给大家这个连接就是国际真爱家庭协会呢它的那个总会的那个这个网站哈。那后面呢有一个叫做一线牵哈，就是说为你配对这个配对有人说哎好怪啊，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叫这个配对，当然就是说要先把你个人资料呈上去，你要先成为他的会员，然后呢，我们背后呢就有真爱的会长，还有一些的諮商辅导员了，他们都可以帮助你们做一个审核，然后觉得两个都可以的话呢，然后就会帮您跟你讲说你现在你的条件是这样，然后呢会帮你介绍几个他们，因为都不同的地方来申请的嘛。然后他们会做问卷的，我做完问卷之后呢，就看他问卷跟你的问卷是个 match 的，是合的，然后就会跑出好几个人来，那你看看你要跟谁联系呢？这就是说提供大家，因为今天的主要的题目是说如何寻找他女的他的他，那我们就是提供这个资源给大家去参考一下。如果你还是单身的，不论你是目前是主要你现在是适婚年龄的话就是可以这样来做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讲说从一个渴望有男女朋友，那特别是要注意一下，现在我们手机呢还有很多的那个交友的圈，或者是结交异性朋友的一个网站或者手机的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不认识那个网站，也不认识那个社交的一个交往的那个背景，如果你进去的话，很多人呢会假借不是他的相片贴上去。我在这边呼吁一下，
就是说有些人会假冒别人的相片，拿别人的相片贴上他的群组上面的相片啊，然后就会跟你讲他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背景哈，这些都要小心啊。那尽量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来讲，你跟人家在线上交往的时候，你多找几个人帮助你了解明白啊，不要就很快就跟人家见面哈。那我们这是提醒大家的哈，有很多的方式。那我想说，如果说你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不妨就跟你的团契的辅导，或者是你教会的牧长啊，或者是你教会的长者长辈，他们懂这方面的话呢，你就可以询问他们一些的意见啊。事实上呢，我们说在结交男女朋友的过程当中呢，父母呢都要给父母知道的。如果说对方不让你，就说我不想去见你父母，那你就要想想为什么这个不想去见父母有原因的那当然不是在今天讲就完了所以我希望鼓励大家，我们这边一方面讲到说交友恋爱那我们恋爱还没有讲完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说怎么结交异性朋友那这是另外一个课题。那怎么样去认识不论你的只要到了一个适婚年龄到怎么几岁都可以，我们可以探讨的，或者是说你自己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你也给我们留言吧，好吗？我们应该是说差不多这个地方了你看我们的主持人呢已经来说谁来作伴如何结交异性朋友。我们基督徒呢的立场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在结交异性朋友这边强调的那我们就是会跟大家谈到这个部分。男性的想法女性的想法是大不相同那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你的那一半，跟你有什么不同？情绪上的，刚刚凯莉有讲到情绪的个性上的，还有我们两位单身姐妹说的品格，你怎么去看品格呢？品格包括很多那有些企业呢，他们有讲了49种品格那你觉得你这个品格，我们下次也可以再讲在这方面的那还有呢，他如何管理他的情绪是很重要的，甚至呢，你怎么认识他的个性，怎么认识他的性格当然就是说这个都是重要，更重要也是要了解对方的原生家庭，他的家庭跟你的家庭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请了几个人讲的，大家有的背景不一样的比如说安琪跟凯莉，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中国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在不同的文化成长，不同的一个背景成长那譬如说我跟牧师，他是香港成长的，我是在台湾成长的那我们的思想思维还有一些的对政治的看法不同，对一些的社会环境的不同还有对一些的金钱的价值观想法不同，那你怎么样成为夫妇的时候，怎么样去互相配搭我们怎么样去互补？我们上次有3对嘛，讲到相克，那我们怎样去互补那如果说你的父母的婚姻状态是很好，那你当然就有一个目标了。你想有人说我需要找一个对象像我爸爸，找一个对象像我妈妈。但是呢，如果说你父母的婚姻不太好，那你就会想说我不要找一个像我妈妈，或者是我不要找一个像我爸爸但是呢，这些都会影响你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去看自己你需要的是什么，你要先建造好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人对不对那我们要去认识自己，你预备好了没有？ Are you ready？ 进入恋爱吗？当然进入恋爱之前要很好的做朋友。凯莉跟安琪他们是从教会认识，刚开始大家都没有感动，但是进入到朋友的时候就发觉到这个人也不错那东看再多进一步的接触的时候，就跟他觉得也可以考虑可是可以成为男女朋友呢。所以我在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对象的话，不要只注重2人世界，尽量增加自己的这个社交圈。你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去认识他的朋友，去认识他的家人，甚至把他带到教会里头，大家彼此认识，互相互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别人的给你一些的建议，你可以多听一下有时候你要开耳朵听听别人给你的意见也是很好的。那当然就是说那种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呢，
你就可以不用考虑。但是如果那个意见是很好的建设性的话，可以多的去谈哈。那也有不少的一些弟兄姐妹，曾经我带领他信主的，或者是他们都会说，他都跟他男朋友或他女朋友说，我要交男女朋友，当你要跟我追我的时候，我要先带你进来见我师母啊。好像是我帮他做鉴定一样哦，好像那个珠宝要鉴定一下这个珠宝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好，所以我说教会的长者哈，或者是你信任的一个长辈啊，他们可以给你一些的建议是很好的，你不妨多问一下是很重要的，多听听长者的意见，或者是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好朋友给你的意见哈，不妨听一听也是很重要的啊，但是不是绝对的啊，那不能超越说你父母吧。你父母就像说Kevin 跟Esther Esther 听他妈妈的话那 Kevin 也听妈妈的话那彼此的互相的接受对方父母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到此好了，我们看看主持人有什么要报告的。主持人还是有些人还有什么意见的呢？主持人，主持人在后台忙这个八扣，因为我刚才呢就把这个码扫给大家哈。哇，我们的主持人太棒了！然后，如果你们现在是单身的呢，欢迎你们加入这个网站哈，扫码就可以进去了哦。那就像师母刚刚说的哦，你可以在里面找到正常的，就是说呢，他不会假冒自己的身份的这些对象哈，那也可以透过它里面非常多哈，分析你的个性啊，分析你各方面的需求啊，然后帮你一线牵哦，帮你找到有可能适合你的人哈。那就是大家可以来扫码，然后我们还有接下来等一下广告时间，好，对，广告时间。除了下周五晚上之外呢，我们的周二呢，大家有看到吗？有看到了。好，这个是周二，我们下周二开始呢，我们有切瓜耳台语哦，由林老师哈，就是我的爸爸，然后来主持哦，就是用罗马拼音教大家学台语。如果你喜欢唱歌，然后你想学台语的话，你可以学到很正宗的罗马拼音的台语哈。那也欢迎你来现场跟我们参加。好，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所有的人呢，我们要出来跟大家谢幕哦，很开心在讲，对，好，谢谢我们2个单身姐妹在这里啊，单身姐妹，对，有兴趣的请留言。也谢谢 Kevin 跟 Esther 啊，谢谢你们的机会。好，谢谢大家，谢谢师母，再见。下礼拜五晚上7点半，礼拜五晚上，以后我们都是星期五晚上7点半哦，欢迎你们收看，然后大家告诉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师母。